国际上要紧，来关心伫莫斯科的音乐厅发生恐怖攻击的事件，其中有2个嫌犯伫咧24暗时伫咧法庭受审。这嘛是案件发生以来，大家清楚看到这个嫌犯生做啥物款。目前当局是要持续伫咧音乐厅咧搜救，因那死亡人数累计是137个人，而且同一天，罗西亚向乌克兰西部发动大规模的空袭，其中一粒飞弹飞过波兰的领空。华沙当局要求莫斯科都要出面来解说。涉嫌音乐厅恐怖攻击的嫌犯押送到莫斯科巴斯曼区法院，不管部署大批警力，嫌犯被押到法庭内底，面搭提起了，并看甲正清楚。这件攻击案是最近几年来发生伫咧俄罗斯境内死亡人数上侪案件。伊斯兰国讲是因做的一个公布影片。俄罗斯总统普京伫拜六的全国演讲，并无讲到伊斯兰国，伊是讲恐怖攻击的嫌犯做完了后，走向乌克兰的半路被抓到，指负是反临涉案，并且反指控俄罗斯想要安罪名。美国也为乌克兰背书。北京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发声明讲，伊斯兰国爱负完全的责任，讲伫3月初就甲恐怖攻击的证书分享给俄罗斯，也告发警告，互伫咧俄罗斯的美国公民。莫斯科有一寡社群媒体质疑，美国早就已经警告莫斯科当局所无用伫咧镇压反对派活动，封杀独立媒体，就是无法度阻止音乐厅的攻击。伫即间俄罗斯对乌克兰也是发动大规模的空袭，发射57粒飞弹，西部的利维夫另外实施被攻击，其中一粒飞弹飞过波兰的领空。Monitoring obejmował kilkanaście rakiet zmierzających w stronę obwodu lwowskiego. 波兰讲，这粒飞弹越境进入波兰差不多2公里，速度1点钟800公里，离地面差不多400公尺。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。